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晴。上一條片我哋講到點解6萬蚊投資一個車位，但係收租可以去到4000蚊咁多。除咗我哋上次所講到嘅車位租金同埋充電服務費收益之外，仲有另外2重收益。其中就係呢個兩地牌啦，發展商送呢個兩地牌俾業主呢，可以選擇係自己使用或者係多一重租金收益。發展商都可以幫你揾埋租客或者係保底俾你。咁根據翻口岸唔同呢，每個月都可以增加1000到3000嘅租金加成。最後一點就係發展商仲有名額贈送一架全新嘅廣汽 ION SP 網約車神器，就係我旁邊呢架啦。呢個時候呢，就有好多客戶會問阿晴啦。咁我又唔揸車，我又唔做的士司機，你送架車俾我有咩用呢？其實呢架車呢係發展商送俾你收租嘅，會有專門嘅網約車運營團隊去幫你出租運營。根據我哋過往業主嘅一啲收租數據嚟睇呢，就單純係我身後嘅呢一架網約車出租，每個月可以到手嘅租金都有3500到4000蚊。綜合以上所講嘅，呢個車位嘅收租呢係可以去到4000到9000蚊一個月嘅。咁如果你都感興趣，歡迎留言或者私信666俾阿晴，我都會 send 翻份投資攻略同埋收租數據俾你。如果呢條片幫到你嘅，記得俾翻個 like 我，分享埋俾屋企人同朋友。最後帶大家睇下停車場嘅泊車情況啦。點個關注同 like 啦！